哟嘿哟嘿，做蛋糕拿来好嘿好，公安等来啊喵啊喵，上公车那，爱就两条人呐，嘿。阿妹讲话呀，嘿哟嘿，东面讲来了好嘿吼！今尾一开始啊吼，冲山沟啊吼，本人何嘉文呐，哎呀，高妹很强哦。对，我是宝山最美风景，这个是我妈妈的娘家、外婆家，新竹宝山。宝山那地方真年的好地方，有动到动有名的。很多很多，打中午这个是宝山的特产哦，真的哦，只有宝山有，它就是一个节气。为什么不打早上，打晚上，要打中午？哎呀，中午天气好嘛，你看现在是不是？凉日头了，又很热，根本又冻，天气又冻好。对，很热情。哦，冬热情，像啊，宝山的人穷龙通嘛。对。哦。那因为宝山这里很多人姓吕。哦，姓李哦。姓吕。哦，你妈妈姓李哦。对。哦，你李家都了宝山这孙啊，董有名的人哦。对，所以我今天带大家去寻宝。哦。这是我们的族谱。人家族谱空一盒很漂亮哦。目前来讲哈，李家族谱啊，算是最厉害的。真的真的，今天要带大家去寻宝，而且好好来寻根一下。对对对，我自己也要体验了解一下。我爸爸是阳明山上的闽南人，然后我妈妈是新竹宝山的客家人。那他们就是我爸爸在当兵的时候在新竹宝山当兵，然后我妈妈那时候是串冰西施，因为我外婆家开串冰店。冇唔错，今边嘅来宾就是任兴记时尚高祖嘅何嘉文。其现在爱现动奖，张乐成演艺圈，咪兼做歌手、主持老马道，含卡厉害嘅係其韓市場第三個品牌，做嚟講係全方位嘅語言喲。佢講自家嘅美好概念，就係對家婆來嘅，咪對寶山來嘅。而寶山用做嚟控訴轉起呢，今比就交俾何嘉文來帶路，轉故鄉來去尋寶。條下馬當然愛先轉家婆嘅禮物上家門係。乡里迄嘛该统的，河东堂。对，河东统。河东统。哎，乡里的好，哎，看到冇？哇，那懂的亲戚朋友都该不吼。对，我看我大舅了。哎呦，我爱死回娘家了，因为我很小的时候，我外婆去算命，然后算命老师就说我7岁以前就是尽量不要回娘家，就说这样小孩会不好养啊，养不大。所以我外婆跟每次我要回去，我外婆都说不要回来。可是我印象中，只要是回外婆家，都是很好玩的事情，比如说杀猪公啊，然后整条街全部都是封街。我怎么？饮料哎，体液看到吗？画香丽耶！哇，挥舞一下！哇！乡里耶最厉害超马！来换你挥舞一下。我怎么有一种光荣回故乡的感觉？咚咚咚咚锵，嘿，咚咚咚锵，嘿，咚咚咚锵，咚锵很帅的。小钟啊，你用啥用旋风式太极搞起来了呢？家家老礼物嘅路闸門口，大家都等等呢。你乡里的啊吼，阿哥，都了解啊吼。寶山啊地方算啊懂厲害的。謝謝。全部啊懂都做太師的。係啊。條擺咧太下橋錯嘛？對，我大舅舅。太下橋，條擺喺面咧，條擺喺做乜嘅？代表會主席。代表會主席耶。大舅舅。哦，太下橋哦。行路睇，你發人來，你發偉人，你學搞。哦，立法總是娘老太啊！你啊 Q 嘛懂厲害呢？對啊，嘿，是立法委員吕學章哎。對。哦，跟媽媽聽說是在婦女會這個代表呀。沒有，媽媽是我們家代表，只有我們家代表而已。哦，哎，用安腔哦。咩？喺藝術中心有啊？藝術中心哪支持啊？哎，支持的呀。尤其藝術有啊。藝術吉祥不希望。也到肢體啊，來重建啊！唔過捱到出來嘅時節，藝術呢，佢義不容辭，佢千啲人喺度提拔。像藝國嘛，係藝術八國，佢也係啲兩人做30萬嘅存在。將你為這個地方付出啊！對啊。你看，看到你這個，還看過懂族譜誒，娘了本啊，
算最好的、最强的。而且我们还有图片哦。图片哎，而且是这个族谱真的很漂亮，而且是彩色的，像佛一样，像仙人，你看到吗？真的真的你头发留长一点，胡子留下来，很有智慧。哎，真的有枪的亮你嘛？哎，你看，所以这个小孩不能偷生呐。哦，这个我要特别介绍，大家都知道姜子牙很有名，对不对？姜子牙不姓姜，姓吕。哦，吕尚。哦，真劲哦！哇，还有我一个人呢吼，这叫嘛啥？外国人。李武嘅子孙曾经当用心，老国台有名嘅老祖公嘅像画到当精致、当有艺术感。几本族谱咪变到当完整，当真系做太事情嘅宝山礼物。对铜钱嘅对联，就看得出老祖公对子孙嘅教示。好家风就是安尼来嘅啊！和祖家生好，就孝悌一心做去。哎，还有两位。东家事业端从勤俭两字得来。古寿你是第一，何总统啊吼，他的中心思想只有孝悌爱孝顺，还有勤俭，客家人说勤俭类大片，懂吗？对，哦，平常什么个东西要省力啊吼？四君子必须我加量种落去，10条菜不糖。哎呦，他吃全大补汤，吃全大补汤，超有气势的。哦，阿嫂，我来用客家话来讲一下嘛。好来，来。外界礼物同好做何东行，也代表外礼物。错，何主家上也爱唔好好到拖下去，要4小时要停机。何秋好天，一心周意。一共4个字要。对，要停下哈。好，来一起念一下。何主家上，何秋好天，一心周意。哦，日直好出实天。错，好天用好天嘅，最重要还有两位。你係真嘅。東家事業，短長全家，用吃得來，用吃得來。叔公講嘅上蓋太又有力，看唔出佢是會90歲嘅呢。睇橋講叔公係李武嘅寶貝，對李武嘅年頭還有寶山嘅歷史清清楚楚，講到有來有去。係講唔信，現場刺看啊，就第一個功夫嚟。阿叫我衝上過喎。矮山果當真嘅。哦，來，衝量機來，咁，一條之後，一條後來。1、2、3，來。不讓此樹啊是啊，愛啦啦開不散啊，哎呀，果子感冒着，讓爸爸開藥吧。一兩次甜哦，水呀，本人來一撇啦，春條自找學啊，變來哦啥啦？哦，唱到當好呢，叔公特別套一條用甘蔗來做主題嘅山歌，係認真佢刺世的寶山，看人種甘蔗。知道甘蔗這種發揮自我清態價值嘅精神，當值得後生人來學。叔公是唔係青菜創嘅哦，呢度有當層嘅教育意思呢。甘蔗汁啊吼，甘蔗苦啊吼，是啊吼，把寶山的特色是帶出來的。對，還有精神啊。古董都有名，真的。咖內媽都有名，我留80多年，今天全部獻贈給你了。好啦，感謝你。好，禮拜五。好，介紹下，好啦。開台組叫嘅2個來嘅，太鳳嘅神發的三福村，另外一房係叔公也派駛到松海村，下後開高速公路，土地證書，將駛到四亞東發嘅三排巷。新祠堂嘅所在係叔公看地理託嘅哦。嘉文，是最重要的，它的名字就是從上面的字。沒錯，因為我看我舅舅他們是學，看到學在那個地方，對不對？而且最主要，他會跟你講你們的這個祖先的發源地在哪裡？你看祖籍是在福建省汀州府武平縣石灰里的潭峰下。也下界為是福建省武平縣下包陽石林村。
哦，十里春，嘿，也这样我跟你讲，这一本你随便翻开第几页，他都知道是第几页，他给哦，嘿，俺了讲，你迄按门哦，俺个祖先来传，俺要自己讲俾伊。清清楚楚，嘿，哦，但是要学8个小时他们按个时间向久，强久。哦，你迄个简单讲啦。给修两遍，啊，过来北河东这边，那个台湾海峡那有黑潮哎，那个很容易就翻船哎，卖命呢，卖命哎，八仙里边就最有名的嘛啥？对，吕洞宾。谁有吕洞宾啊？对，李达、李真、某建达、周贤。在我们宝山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包拍景。哦，为什么我远远看到我妈？难不成她还想吃双胞胎？金发发笑，啊，不用看了，你看了，嘿。幡然潮漲，哇！春風離合，少女文章，認真為喜啊！急披感染，百千萬世論之奇藏啊！还有那个韵脚，有那个韵律。你講出世，愛曉得落韻。你唔曉落韻，唔曉停機，該死完全就走嚟。就走的是某間咪通。所以客家人啊，主要嘅愛人。哦。嘿，我主要愛人。跟你阿 Q 嘅阿 Q 嘅意思是學嘅嘛，學是阿叔嘛。我一是上期，李氏不一样。学校哦，是这样往上的。家下叔公啲嘅解釋是比8位時節，目祖無限一下，就完完整整配出來嘅，正經係李武嘅老渣。李武啲擂台組嘅松台，係啲中國倒數嘅落實嘅。擂台組到來過後，結婚叫我2個奶嘅。啲寶山開山打那，一下嘅中山高速公路、寶山科學園區，還有寶山水庫，都是係李武嘅土地。故所寶山嘅發展，李武有動態嘅貢獻咯。人祖先啊，福建該不啊，楚該出發過來，哎，那個台灣海峽那有黑潮哎，那個很容易就翻船哎，賣命呢，賣命哎，哎，然後講，故所做的高了一年啊，是不能可能有130，高了搞不好只有3個，有可能哦，真的很有可能。所以我該得成功，佢今年是明明要講唔去台灣得拼，另外2個都冇相關，但等一次啊，很過來，他只有1個小孩，他也是叫他去，過嚟過來啊，真嘅哦。不說我現在就按你的支持啦，對祖先我要講樣，木本雖然心中最然愛要緊啦，慎終追遠很重要，不要忘了。李武公堂度，那就是學問，一代決定史筆嘅排別，就講出家族世世代代嘅歷史。客家文啲亞拜轉向嘅一開始，就學到當道。也是節目組動力嘅小組，看到阿公婆派順，有一類唔識看過嘅新發現。哎呦，旁邊咧還有詩哎，你看到冇？對，要土發李貴度可以詩呢，你看到冇？鳳毛麟趾，還有該不會鶴蒜龜苓？對，哦，哎，八仙李貴度有一隻是像李什麼？呂洞賓。對，呂洞賓他送你的，你的會祖先。哎，對，古送你用兩詩，還有然後給它發入李貴度黑嘛。對，哦，而且鳳毛麟趾是說給它立竿，就是那個後輩很出名的。對，對，就是每個都是哦，都能夠當牛角，這是最厲害的。嘿，那該不會鶴蒜龜苓就是有龜該是長壽的意思。對，每一個都可以活得這長命百歲，全部都身體健康。對。八仙李貴度最有名的黑馬啥？對，呂洞賓。誰呂洞賓啊？對，李達、李真、某建達、周賢。祖公真經係一本詞典呢，特地排編嘅意思，幾多啲。
看起来安迪宝山新鲜热毒嘅宝就是速攻了。何嘉文嘅转向前部嘅天一站，有位本小组还有大家马嘅讲起呢。你出来了要踢缝啊吼，鲁公桶。我爸爸姓何嘛，哎，你爸爸对不对？人可和嘛。相侯。然后，但我爸爸不是客家人，但是因为我们客家人也有姓何的嘛，对不对？所以我就找到了他们的堂口。哦。堂口叫做庐江堂。要破红洞那边松龟街啊吼，4个洞啊，对，孔在多马街啊。噔，叫做堂檐，有一个喜寿喜，对不对？那时候没有烧呢。哎，对耶，为什么没有寿喜烧呢？喂，听起来比较完美一点。哎呀，寿喜。寿喜。哦，干嘛该就是糖的眼睛。哦，糖的眼睛。糖的眼睛，那祖先就可以从那里看我们。唐人有观察、红枫和兼有看家嘅功能，係客家府房嘅特色。也副河北人係對安徽省盧公園來嘅，也下啲寶山陳江村上建落檔。係嘅府房雖然無大，不過維護到當好，啲同學對聯嘅提示度。行卡看得到當精緻嘅生活美學，從安呢老美學延伸的生活地圖，有實用又有意義嘅文創商品，咪變咗一下動態嘅手機哦。漂亮嗎？哎呦，又喜耶！喜字，這個是結婚的時候，因為我新婚嘛，用的。哦，你結婚的時間是用料？對。哇，看還有它有一個杯墊。哎，看，穹窿也有個喜。对，你看，哎呀，这就是堂檐的意思。喜字，这是祖先的祝福啦。有没有？百年好合，半年，好合，好合，百年好合。錯，你阿馬街堂，相好嘅馬街堂。魯公桶，魯公桶。你按講嘅東西會當貴嘛？我不會，便宜嘅，便宜的，真嘅哦。大家都可以買來當禮物的。啊，真嘅哦。今天這個吼很特別的，送給你。啊，永康，你來之後喂，還送那東西。一定要的。然後下次多發他2支。真的。何嘉文獻上嘅送喜幣，本小組咪加添嘅喜氣。佢講啊，來亞達嘅還有一個目的，佢就係愛分享細時節，記憶當中輕重要嘅美食。我講一個我印象中的畫面，就是我記得我小時候看我外婆醃那個醃菜，什麼梅乾菜啊，什麼很多不同的菜。然後我印象中就是她醃那個筍子，一樣是筍子哦，可是她又把筍子切成一條一條的，也有把筍子切成一塊一塊的，可是一樣都是醃。然後我記得我有問她的意思就是說，因為不同的筍子有不同的特質，有些筍子它就是要這樣一條一條醃，有些筍子就是要一塊一塊醃，那個口感才會對。然後這個事情就讓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自己看到很多所謂的客家文化，不管是別的族群的人看我們，或我們自己這一輩看我們自己，好像都是比較表淺一點點，就是醃菜其實就是這樣。可是我會覺得那個文化就是在於那個細膩的文化，就是在於他們有去品味生活中的每一個小細節，那個小細節就算是小到只是醃菜這個小細節。他都有去品味說，不同的食物它有不同的醃法，然後醃出來會有不同的口感。客家富人家嘅鹹湯，真見有太好聞的地度哦。寶山鄉係先族清代嘅綠竹筍產區，竹筍嘅甜土嫩土都算係優良嘅，品質係全台灣打頭名嘅。啲頭擺寶筍東南嘅年代，種類嘅富人家都有佢自家嘅筍乾料理。隔壁何嘉文就想來打崩一機會來學佢技譜誒。因為我小時候如果回外婆家玩，你就會看到他們在忙這些。其實我是客家話不是很會講，但是我對這個很有印象，對，然後我對菜很有興趣。哦，做菜啊，吼。做菜。哎，我覺得菜也是記憶嘛，對不對？歷史的一部分。還有個做菜跟米透同通咯。阿婆這樣可以嗎？按做的嘛。做得一樣，前面做得。好，沙來咯，好不好？好，放在盤子裡面，然後嘞，鹽，撒鹽抓一抓，它出水啦，出水。我來幫。抓一抓，該筍的該香味要出來呢。沙來這邊我預備到係啊。按簡單。太搞都不搞都做得做啊，按簡單呢。我不用去久的時間。等出水啊。這樣子是要讓它等出水。太子講啊，
安尼如何嘅六竹笋，冰而暗部，天然嘅拿來煮湯，味是就好到哪唔得，係寶山媽媽嘅鐵油料理哦。對食鋪高成高後，也係何家運第一擺，重新認識到客家嘅鹹湯，尤其係炒啲當有古早味嘅火鳳頭切，真見當歡喜。帶這位魯竹筍，接下來何家運愛為自家嘅幸福來打拼了。我的願望嘿，就是電視機前面諸多太太們的願望，哦，我做嘛？因為我們都不是年紀很小嫁人的，嘿，我們來不及，我們希望有2胞胎、3胞胎。伊啥供量啥是做的嘞，一次搞定。我跟你說，在我們寶山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叫做哦，雙胞胎景。哦，為什麼我遠遠看到我媽？難不成她還想生雙胞胎？哇，阿公，你媽媽來這裡後，跟人家約會。對，我媽來這跟人家約會。哎，哇，來這裡約會啊！哎，係唔可以加咧？加咧？很夾夾一姜。哦，夾個愛姜啊，唔係一個愛姜嘅啊。啊，泰國媽愛姜嘅啊。係做阿公嘅，做阿公嘅啊。係做阿公泰國嘅。突然間過了可以啊。哦，雙胞胎子。呢個順條可以研究啊，無姜雙胞卵嚟當聲。用乜用？體力反應啊，嗰啲係叫銀絲。哦，一個人字，嘿，一張銀絲。它下面的水也是一個人字，所以說2個人在一起是怎麼樣？雙胞胎。但有你真見到你倆水嘅事。會生雙胞胎？寶山鄉公所地方有隻口罩，採口罩。佢哋做啲工廠嘅時候，佢哋監工啊，來監工看看啊，將你真係姜雙胞啦。你阿4年差唔多30年嘅點？哦，工作來了會。係咁行啱減啊！食了尾嘅水，只有機會姜。誒，冇食到水都有機會姜。他們來之前啊，是同講有一隻乜嘅？三寶乾。冇打上這個寶啊，這個寶啊！哎，好好吃哦！很香哦，天好水水，味道有種溜冰，有種乾的，又有檸檬的皮，又有檸檬的皮。水只有機會姜，誒，冇食到水都有機會姜，冇食到乜嘢姜？誒，其實來監工啲呢，真見很神奇哦！盧太哥講係鬆緊嘅體力因素，咪有人講係當地水質嘅原因。無論係鹽分還係度好度到位，寶山嘅雙胞卵有100對客家，甚至還聽講有3位外種調來也特別嘅警察，咪都叫係雙胞卵。真見很厲害喲！小鐘當然沒有來 Q 一下，一人寫一下。再寫一下。你的願望也是雙胞胎哦。誒，對。那問題是你的雙胞胎到底要誰幫你生？其實模擬做的姜啊，下客家人有饅頭。上冇嚟啦。好啦。哦，下後咧，你下乜嘅？你的是什麼？啊，我的願望就是客家人有饅頭得金鐘。耶！哎，你還沒有寫完，你本人也要得金鐘啊。哎，月鐘就是小鐘那鐘啊。哦。節目得你也得。錯。好。我個人生雙胞胎，生雙胞胎，生雙胞胎。哎呦，有沒有意念很強烈？我知道，那就是3次咯。生6個。誒，你要私懂這。啲祈福辦項下等新年，吊上去過後，青春有嘅當然就係夾夾，將一罐醬水帶轉去。希望何家運會做得100就做雙胞卵嘅阿妹。來，表示蠢蠢欲動哦。我真的見到。哎呦，哇，看到嘛？現豆是油哦，先到了，吃了還面的啊。有裝了嗎？有2罐。 2罐。回去要煮水是不是？要煮過好，要煮過。以後啊，我明年生雙胞胎，你得獎，好，好不好？你生這樣，因為這樣子小鐘叔叔紅包會比較大包一點。好，謝謝。喝完還沒有懷孕的話，再來。對。摘了。對，結果一下生了6個。下次用水桶裝。雙胞卵咪算係寶山嘅另外一種特產，民俗多到當年鄉公所還舉辦雙胞卵節來慶祝，咁係降水嘅原因咯。有機會大家就自家來吃看啦。
爸爸妈妈在结婚之前，我爸爸就在做水果批发，他是在就是万华的那个果菜市场，大果菜市场，他去做批发嘛，所以其实他工作很辛苦，因为他每天到现在都还是，就是每天凌晨2点钟要起床，可能我爸爸妈妈在忙，就把我放在纸箱上面睡觉啊、玩啊。水果对我来说是很有感觉的东西。嘉文，嗨，你啊突来落去啊地方啊吼，要做乜街啊？哈，我跟你说，这个地方呢，你不要看它看起来好像很平凡的样子，这个是我们宝山的宝地。哎呦，你有蛮很讲重要的地方哦你知道宝山很有名的就是我们的那个橘子很厉害，干呢？橄榄很厉害，董后生最厉害的懂这个的人呢就在这里。啊，是真个我们现在在他的地盘上面。哦，看到嘞，哦，泰哥，而黑面泰果係傑出嘅農民，獲得到神農獎嘅榮譽。其中嘅柑味有10個位品種，獲得幾下擺嘅柑味評鑑指導得獎，係寶山廣島研究地嘅柑味專家。留何家文嘅社球李學佐咪係同學個，佢講對阿爸幾台意思，就啲老母後輩嘅3排行種柑味，下後佢還自家去大學讀書學新技術。係理論含有實物都有嘅柑味農哦。寶山了尾，今年你有冇按有名？主要係提山坡地管理啊，品質好。經過我們認真的栽培管理，下植物性有機肥，所以磨落竹絮改細嘅培。全部下黃豆粉、蓖麻薄、棉子薄，高級。好東西，好東西，好東西，出的那個好的品質。你種了按多啊？一共有種幾多種嘅品種？碰柑，碰柑，烘柑，碰柑。哦，那個美女，這個 model 就非常漂亮的哈 model， 還有香丁，香丁就是比柳丁更高級的，又香又好吃。還有三寶柑，三寶柑很有名，而且你知道於叔叔的橘子是不是說他種出來你來買？哦，你如果現在要來買，你要買明年的。啊，真嘅按好生，提前預約啊。而泰國嘅柑味真嘅當受人歡迎，也都嘟嘟將上到像數字泰嘅柑味籽，今年8月咧將有好雜，唔過做出本人祖文強強嘅。好彩而泰國啲人愛來，特別溜到嘅，也了改良嘅無鹽土柑，肉質甜又嫩，當像海裡嘅口感。另外也了皮又嫩嘅迷你馬豆柑，看起來就特別好食啊！它的皮非常的超薄哎，懂泡，你看到嗎？看，碎是碎了，你看到嗎？哦，看到那碎嗎？啊哦，碎很多。你吃看，你吃看。哎呦，做經驗當唔係了，怎麼樣？怎麼樣？真銀碎懂懂啊！真的哦，我來吃一口，我來吃一口。你要跟着講。真金子果啊！哎，碎懂懂，碎懂懂。哦，哎，這個味道跟剛剛那個不一樣，冇咁樣啦。這個比較清爽，這個比較酸一點點。而且，哎，這個很年輕的味道哎。那禮拜度全部會碎，你看，那全部會碎。好，吃完它，吃完它。越吃越健康，越吃越年輕了，全部是那個都很多，還有最重要誒。他們來之前啊，是唐人講有一隻乜嘅三寶柑。三寶柑。唐人講還沒有種，你話要種，通嚟看一下嘛。好啊，好夾夾。這裡夾夾真嘅，夾夾天啊！來，哦，我兩個相片我幫我。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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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到高級嘅柑味，大家真見歡喜到奶唔得。唔是看過嘅三寶柑啲奶我，而泰國啊，今日本大家看一下呀。哦，這是三寶柑啊！哦，對啦，這麼小啊！看起來全部差唔多誒，哈。它比較好長。哦，比較長一點，對，長一點。它尖，這樹有那個有刺啊。哦，有刺啊！你看，像玫瑰花恐龍，都睇就咪好橢圓形，黃色的，真係哦。係啊，加像檸檬呢？沒有看過呢。係啊，像檸檬係啊。突然來去個客家人名堂嚟，不卡嘅公堂嚟依塊。街尾，你話尾毛，街尾油，你話奇怪。呀，個料因為客家人名堂係特別料嘅，特別料的，好特別。什麼於大哥咧，真嘅。而泰國真嘅還會上癮咯，日日頭漸漸從檸檬嘅三寶柑，
是有人说嘞，就水煮稳100斤，说来还有点好吃呢。嘿，你姓于嘛？那你的堂号会嘛？干？于进堂，于进堂哦，有钱哦，那挑高很高，真的很气派。让来看过挑高最高的公头，挑高国哦，这个气势雄伟，气势雄伟。哎呀，为庇佑子孙呐，于这个往前为港的水哦，根嘛，根种的，哦，是的，啊，两位。今年有还有是读全家，读书的读书嘛，读中了，哎，俺姨个的台北科大当博士当教授，哎呦，博士哎，高书呢，所以有你个呀，你看，很会读书跟很会耕种的，哎，18个做医呀，我中医耶，哎，我做过村长，你做过村长，做过谢村长，哎，地灵人杰，对，又会耕种又会读书，对啊，强港依托。义务嘅老祖公对港土也两只事当重视，难怪出嚟一类咁嘅专家。不过小组行业共同过后，才发现阿公婆排行嘅同好下配，老门当过嘅仪器冇共用。而泰哥哥像伊嘅同好係做全網天呢，按到下配堂。不過見到義務嘅老祖公來到台灣過後，改用儀器來做同好，也意思係講節省自家。必有儀器，希望對新的家業有一個好嘅開始。那个下皮呢是在三国时代，三國時代，兵家必爭哦，打仗的地方，攻破一地方，哎，攻破呀，姓于呀，先从下皮的地方发起，对，然后后来到广州，最后压了之后回来，哎，回来，他就改这个一庆茶，哎，我泰国最重要的，哎，你我来吃三宝干。在哪里？看到你啦，跌下位啦！呀，当工掉下来，这种是大颗的柠檬诶，中秋柠檬，三宝第一芳香，味道芳香，味道芳香。天一宝系嘛？天一宝系它里面的甜度口感，然后一般来讲我们供养，好清甜。第三宝哦，这个可以止咳化痰，止咳化痰，这个切薄片哦，一个扁糖哦，止咳化痰。迄夹皮还夹肉，然后皮老肉。香香，甲基本有咧，有几分的声香。你啊，就是特别留下来呛。只有这一颗。哎呀，只有这么嘞。只剩这一颗。是的，真厉害。还是你用啥为了享用？天哪！都大家有咪都懂清甜，有吉清甜。对。夹夹我先看看。好。哦，有吗？有味道了。好香哦。它其实有点柠檬的味道。有柠檬的味道，那有葱、柚子。对，有味。有葱、柚子，又葱。柳丁也像柠檬，又像柠檬，对，然后又像橘子，又像柑特别的要多功能来讲，莫打算这个宝啊，这宝啊，哎，好好吃哦，很香哦，好好吃哦，哦，极化嘞，极化，哦，哇，水柑哦，今天某些水的柑是的做你看那水几多哈？哎呀，你看，哇。哎，它不是橘子呢，面到有种柳丁，有种柑的，又有柠檬的皮，又有柠檬的皮，那东西好好吃哦。也真見當秋糕呢，唯一嘅一隻三寶柑，本小眾老家運2-3年，食到無菌無術，工作人員冇食到，還唔感染咯。睇哥哥，竟然嘅三寶柑咪做出買睇咧。上愛食愛等2016年，按自細拿。那三寶柑真的很厲害。第一把看到暗影的水果，真的大開眼界。真的啊，今天他帶回去了。哎，于叔叔可以給他帶回去。守住龍岩寶山我空手。對，龍岩寶山有最大帶着你嘞。好。哎，給你帶一點回去，你整。全部帶着你。哇。小鐘哥都沒有在走客氣的路線。泰哥什麼？在這邊哦，你看到按斗總西哦。這麼，還有三寶柑呀？對啊，三寶柑的品種的代表帶着一種啊。教你了，送你不如教你釣魚，不如自己來。研究的時間會開花結果？3年到4年，3年到4年。幫你搭好。對。3年到4年才會結果。終於了，現在進行多。謝謝。什麼？
顺了啊，慢了。有好食又有好带，真紧行公園哦！離開嘅義無反顧，撒下來愛趕定去看戲了。早晨行路太嗰個，寶山日搭嘅有一道當厲害嘅客家四季嘅，學少林功夫、拳頭功夫當針，還有一間石頭博物館，呢度空定對世界各地來嘅120隻石頭，其中最特別嘅就係喺客家人專有嘅客家石了。它刚开始的就是这些青色的头啦。哦，一定是青色、青色的，青色的头。青色的头。它的嘴夹左右啊，系四方，四方的。屁股像猪屁股。猪屁股，当定人食的。猪鼻子，好，猪鼻子。它头上又有7星和8冠。上温暖了。哦，掰一下。好，掰一下。收一下。你躺好，我帮你包起来。不要乱来啊，不吉利。不吉利。左右啊，系四方。方四方的。屁股像猪屁股。猪屁股，当定人食的。猪鼻子，好，猪鼻子。它头上又有7星和8冠。哦，7星跟8冠。客家人咧，要石頭才會按用嘿。佢啲7星8冠要鎮宅啊，所以講安尼客家人咧石頭就話只有戲師天天冇去嘗試咧。哦。除了呢種師傅高選嘅時間，呢條石頭表演耍呢條石頭不用白當雕嘅白，以後就不用這個石頭了。哦。當特別咧。客家是算武士嘅一種，特別表演之前都聽說會先搶師神，接下來精彩嘅表演真是雙重了。舞台嗰個客家是做得講係音樂、舞蹈、武術還有戲劇結合嘅綜合藝術，台灣客家是清朝思維對廣東傳入來，唔過因為社會結構改變呢，時稱漸漸嘅模特咧。龍太哥對10年前開始對學校嘅鄉土教育來推廣，本客家子弟做得到老祖公嘅文化上學下去。來，菩薩對不對？伊兩個牛牆的啊？係牛牆。牛牆的意義係乜嘅？牛牆嘅意思有啊，佢哋啊條嗰種土葵啊，去寫嘅石啊。老底教是老底教去寫嘅有啊。頭巴你看到是那個大的那個像玩偶那個娃娃，你看到像阿婆呢？哎呀，沙婆菩薩。沙婆菩薩。哎，他是菩薩，苦行僧沙婆菩薩。哦，佢係神明係啊？係神明。哎，你來試看看。哎，試看啦。你看屁樣我啦哈。還蠻帥的。哎，啊，這個沙婆很先進的沙婆，哎，這菩薩不正經。哎，齊秦。哎，我們這裡還有這個靈峰蜈蚣線。這個還有這個。西面，西後啊。這是什麼？你睇我都肥陀。條歌呢肥陀地擺都往要幫隻吹啊漸漸要啊，第八戲嘅時間要蹲到樣個啥？就是可以這樣攻擊人家。對。哎，對。哎，真的會被嚇一跳。看起來小眾老家文對客家是當心頭喎，兩三人經常來吃一下。一從石後太對嘅就愛開始了。很適合我。好，把鼓打下去。你要帶下架時，像打像三九太陽啊！當槍是三溫暖，三溫暖啊！哦，掰一下，啊，掰一下，收一下。哎，你躺好，我幫你包起來。不要亂來啊！不吉利，不吉利。哎呦，
最重要的是这是去灾祸的意思。去灾祸，去灾祸。这是最主要是家人有病痛或做嘛该啊哈，那10条咬把10条狗，把那种病痛全部坏运带走，就这样，哎，带走。打客家事无简单，现在10条当中，故所打死嘅人都爱学个国术长做的。头摆农家的寒的时节，练拳打死来锻炼身体。日下也到后生人，为到每一本客家事嘅传统文化消失脱，千山忙，真件爱为家到鼓励加油呢。客家人有命咯！好，哎，嘉文啊，根本系热咯，真嘅热唔对啊？太热对不对？你下追动走唔对啊？追走，哎，你看你没有水，该还水吼，不管你说这个，真嘅啊，追动走。走马不要拎啊！这是回去生小孩的。可以。我跟你说，我们走到这里哈，你有看到这棵大树吗？有水可以喝了。哎呦，那么个地方？这是奉茶瓶。还有泰国都了解，泰国。哎，有。你客家天师台啦，客家人有名堂啊。你买来了会食材啊？哎呦，系啦，了位你条茶田了位嘛对不对？当然呢，有人呢叫供奉嘛对不对？茶呢本太监呢，经过人呢好啉嘛，系啊。哦，很真的。真的很渴啊。哦，等下，做嘛？哦，他们大家太监都冇事的，就嘛吼。人当啊对不对？了烧啦吼，烧个，爱人呢大喜了以后啦吼。爱女心嘛对不对？爱人的卫生，哎呀，哇，天降甘霖，是不是？头摆按用色啦，你下会卫生啦，按用迄个是维护漂亮的嘛，对不对？太监先按用上卫生的吼。宝山因为系第3度，头摆爱买嘅东西都会意思眼里来开。冬天人就啲路东岸喜天呢，很准备茶。本高路嘅人有一类热困嘅蔬菜，真件系充满嘅袅袅嘅年轻味。啲节目嘅开始有讲到。甘蔗係寶山頭擺嘅重要產業，梧桐還係寶山嘅驕傲。幾十年前就有鄉親攞梧桐發揚光大，作為當初分享嘅梧桐包哦。3、2、1，哎呦，大啦！有名在我們寶山。你看到，你包誒，好冇？你包唔過你凍鐵俾你包啊，鐵擺看到唔看？它很厲害哦，當你是。它譬如說什麼口味？這是南瓜子口味，它這上面就有個南瓜子。對，然後這個是黑芝麻的口味，它上面裡面包就是黑芝麻，對不對？裡面包紅豆。裡面包紅豆啊！你啊，黑馬該什麼口味？那個芝麻。芝麻。這才是芝麻。哦，這裡面這是芋頭。芋頭大啦！冇想到梧桐包做得結合很多種嘅口味呵，飯頭糍粑，撈客家嘅好米絲包起來。有誒香香嘅米絲係客家人真中意嘅，地度做千家嘅梧桐來甜味，撒下來千重要嘅包醬梧桐包愛雙重料。哎呦，看到冇？哇塞！哦，看到冇？你看最重要的梧桐啊，加熱之後，它是整個都已經進入到那個包子跟面皮裡面。沒錯，吃看。香港好吃啊！沖繩的黑糖，然後寶山的地熱，沒有，寶山山的黑糖比沖繩還厲害。日本人都跟來寶山這裡買了啊，日本怎麼比啊？哦，哎，很好吃哎，很好吃哦。對，因為早期的時候，我們的新城那個糖廠做的糖是運送到日本給天皇用的。哇！對，然後呢，日本人比較聰明，所以他把它加工跟包裝，再賣給我們台灣。哦，其實大部分日本的糖是從我們寶山這邊出去的。哦，對。哎，我們現在吃的糖是天皇的糖。天皇，你食呢啲糖啊，真嘅，好好吃哦。天然的米湯。也搭配嘅梧桐對種甘蔗到混甘蔗水，都係用純手工嘅方式來做嘅。梧桐包唔但將用料天然，還係沙琪媽媽當日手工做嘅，接冇辣賣呢。推廣梧桐包嘅人係一類老村莊，佢希望用寶山嘅口傳統來提升地方嘅產業，帶動社區經濟。聽講村莊吧，就係啲隔壁嘅老伙房，包起來帶走。以前村莊大嘴鼓哦！哎，黃小姐，好，
那凤凰很肉哦。真的耶。你看给它烫好还是烫金的哦，龙洗桶。哎，泰国你好，吃饱吗？唱你吃饱呀？哎，两妈来呀？哦。啊，第一摆看到了吼，那糖号上面是镶金的，对，用安这边哦，唔要镶金啦，你还买开材质做诶，琉璃哦，琉璃玻璃，哦玻璃哦，很强哦。那你龙洗桶会香吗？该香的，哎，你给它设掉保卫啊吼，那个爆浆的要五桶啊，要不要5桶？要不要按油苗？比较日本含那油苗。本来那个外地下去市场啊，就有一只糖厂，所以日本时代就有了。个了迄4年嘞，加迄个乡里人开个糖厂，当初是个祖先个台来到台湾的呢，就是冈山冈田啊，山当是种枣诶，大部分是种甘蔗，哎，你看泰国那5桶跟它爆浆再爆1次，看一下，对。哎，这个日本人，哎，日本人来跟我们买哎，对，这比日本还要厉害的，你看，日本个早稻田太好干，我们社区叫搞流啊，就讲早稻田大学，因为讲跟爱好你的嘛个，我讲有我没早稻田，我很早就到田里面去的，很早就到田里，无田去嘞，早稻田最重要的，日本人买个东西都要用最好的，对，做最好的，这是天皇吃的，日本人会捞你来买东西，估算你的东西一定品质厉害，正经同好。陆村长对梧桐的坚持，本蛋就係無體力嘅生涯，潛在嘅新生命。未創造出寶山啷個一類好貢獻，未來佢還愛擴大經營範圍，為鄉土嘅老人家來服務，對傳統地圖創造出新生命。包裝梧桐包，咪算係啷個一種文創產品呢？哇，根本應係真經動歡喜啊！吼，真經日寶山啊！吼，得到的東西啊，真經動多呢。真的，今天超開心的，謝謝大家陪我回外婆家尋寶。你看暗後色的，真的。干呢，還有亮，雙胞胎水，對，還有雙喜，哦，還有亮，橄欖，還有亮，然後醃筍子，還有亮，爆漿包誒，嚯，什麼都有，懂多東西啊！我最喜歡的是那個鳳茶，很有人情味，是我們寶山最棒。剛才哦，央兄啊，最重的是個石條。那個對。夾屁股係豬的屁股，啊夾它的嘴巴是細縫的，然後當神氣當好搞，剛才踢一擺看到遐石條，有說人講寶山，佢真經係寶山。看小總講嘅暗有誠意，就喺金邊嘅寶山尋寶記，真經本期動態嘅感通，喺梨木祠堂，叔公老人講。老祖公唔驚死，過無水溝來台灣嘅艱辛，還有心中最遠嘅重要。每晚上何家文求子想愛做阿妹嘅心願，韓式到嘅東南地嘅三寶感，一條驕傲都係客家鄉親十萬打拼出來嘅成績。下禮拜觀眾朋友有機會聽從愛來寶山行啊！保證搶眼享用當公演嘅全部戲。